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不认在。国内今仔日本土病例来到82000多例，另外快筛阳性当作确诊，对5月26开始，所有人拢下这条规定。头一批 BNT 儿童疫苗今仔日甲40万人分到各县市，台北市今仔开放7200多人互民众登记，10部分正就登记了了。台湾这届无受到 WHO 邀请连观察员也拢无通好做，不过有真侪大国家，亲像美国、英国等10个国家，甲台湾相贴。国内伫今仔日本土病例又搁转来到这8万例，有来到82300多例，中重症患者有251人，42个人死亡。这死亡个案当中呢，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伊发烧烧到40度，甚至是烧到出现幻觉，落尾因为脑炎加上器官衰竭的过身，正做今年以来儿童重症死亡的第5案例。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对5月26，也就是这礼拜四开始咧，所有民众若准快筛阳性，经过医生认定，就会当当作是确诊，符合条件者就会当赶紧来使用这抗病毒药物。新冠本土疫情连续4天下降了后，连续拜二搁再来清关。全台新增加82363例本土病例，依然是以新北市新增加16000多例上多，搁再来桃园市10532例，而且南北疫情搁再出现黄金交叉。那高雄市、台中市新增确诊数也超越台北市，另外中重症病例新增加251例，死亡是有42例。42位确诊的死亡个案其中39位有慢性病史。那另外3位的话是没有慢性病史或者仍在调查中哈，那16位是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 COVID-19 疫苗，那年龄超过80岁的有超过一半有22位。死亡的个案内底，上细汉的是南部10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也无注射疫苗。一开始因为发烧去医生看，后来等去做观察，无想到过工伊佫烧到40.1度，也出现精神混乱，讲变数看到妖怪。最后因为脑炎并发多脏器官衰竭死亡，将做今年以来儿童重症死亡的第5例。治疗当中有使用过像是类固醇、瑞德西韦，还有免疫调节剂、降脑压等等这些药物哈。不过因为后来还是合并这个多重器官衰竭的情形哈，所以不幸在5月18号的时候不治往生。由本土疫情继续真严重，指挥官陈时中证实，26拜四开始，全民拢适用检查阳性，等于是确诊。这座大型采检站也转型成做3合1的功能站，一边检查阳性，并且经过医师诊断确诊，高危险群会用先领药啊。若是有症状，不过检查阴性的人，也是会使进行 PCR 采检。目标就是快筛阳的人到了这个以前的这个采检站，那像我们等于是一个3合1站，到那里之后，那就可以先诊断，然后确诊，那就需要就拿药。陈时中表示，23拜伊总共发出7431人份口服抗病毒药物，使用量甲整体比例渐渐是一致。但拜四全民检查阳性，等于是确诊。先做实施了后，若是有需要，也用直接来领药啊。相信药物使用比例会阁增加。不过，陈时中阁再强调，口服抗病毒药物毋是人人拢需要，只有癌症、慢性的疾病这12项重症高风险因素的人，经过医师评估了后才开药啊。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下晡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做伙去到台北荣总病院视察，鼓励前线医护人员。也因为对这礼拜四开始，民众快筛阳性的，要来当作是确诊的政策要来实行咯。湘北的防疫急门诊也开始做这转型演练。新北市甚至阁来提出4项措施，包含这防疫急门诊袂阁再做采检，改做判断快筛阳性认定确诊，也阁有看诊开药的功能。辛苦了，辛苦。总统蔡英文伫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陪同之下，视察台北荣总关怀医护人员，尤其台北荣总承担包含检查、诊疗，也有时程的门诊，开设儿童绿色通道这防疫工作。另外，最近也合作开设中正纪念堂车来速检查站。也希望能够做最好的演练。那我们礼拜四预计是礼拜四我们开始有新的措施上路的时候，大家都会很顺利的来做转换我知道我们黄副市长跟王执行长的工作关系非常的好而且是有密切的沟通。
台北市呼吁军也讲啊，蔡总统将来到台北市视察基层第一线。不过，伫台北市长郭文铁确诊了后，副市长蔡炳坤也快速检查阳性。对着郭文铁表达检查阳性等于是确诊，应该赶紧开药食的讲法，互媒体人就个靠质疑郭文铁为安怎可以不爱食药啊？不过郭文铁强调，食抗病毒药啊有也标准。其实是这样，还没65岁啊，所以就算我那个做 PCR 阳，我也没有符合那个吃抗病毒药物的标准的，所以我是讲，我是很听话的人的，我是完全照 SOP 在走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做以后也不用故意要黑人家来黑人家，没有必要。为了因应中央有计2日实施快速检查阳性等于是确诊，全民适用，台北市这几天正在进行防疫急门诊的转型的演练。新北市是提出4项因应的做法，包含远距离门诊增加、防疫急门诊转型、亲友代为看病的门诊增加、社区检查站转型。筛检站就会转型为防疫急门诊的扩充，扩充了以后，我们的防疫急门诊的作为从以前的采检，变成我们是判定看诊有需要立即给药。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伊在5月7日就一直呼吁讲，快速检查阳性等于是确诊，中央拖3礼拜才一平。另外，新北市整体疫情拢也伫个相对悬点，也继续观察7天。郭文铁分析，台北市在疫情高峰进前就推出包含停课这公卫的手段，加确诊数有效控制在每天1万例顶下啊。也强调，只要经过这关，台湾就会使来解除禁令，所以讲这阵是步步爱真小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辉瑞 BNT 移动疫苗，对明仔载开始要注入。指挥中心表示，头一批移动疫苗伫今仔日甲这40万筒分送到各县市，而且搁再送这26万筒8000多筒送出去。也看这疫情严重程度，另外搁再搬。台北市今仔日开放7200多筒呢，互民众登记，想袂到伫15分钟就互抢了了。家长不用担心，这个辉瑞这个儿童疫苗量是够的请大家放心台湾疫情真严重，对9岁777600剂的儿童 BNT 疫苗，25开放地方来注射。指挥中心讲，总共配送672000剂，头一批403200剂在24就分配给各县市，27会阁配送大约269000剂。另外，新北市头一批配送剂有57000剂，台中市有56000剂，排名第3是台北市54000剂。不过各县市学校集中注射时间无同，像新北市桃园市25开始注。不过，苗栗县甲义市要等到6月7日，但市长挂保证 BNT 疫苗儿童的剂量绝对有够，会看一边盛行率，再搁加配合部分的县市。不过台北市24开放7232剂 BNT 儿童疫苗有药，15分钟就抢了了。台北市讲儿童 BNT 疫苗由伫学校注射为主，19800位学生内底有过半数，就是11107人要注 BNT 疫苗。儿童 BNT 疫苗真热门，也未少家长原本要给囡仔注莫德纳，这阵也真侪拢出现改变。儿童的莫德纳我们已经打了快1轮下来了，那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默契都相当不错，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说医院媒合医院进到学校接种。经过调查，6到11岁的部分要施打 BNT 疫苗的有30.5%。另外，12岁到17岁青少年追加剂加上18岁以上，配发总共162万528人份 BNT 疫苗。20已经新配34万3000人份，25搁再配51万5000人份，包含连江县、苗栗县、嘉义市、高雄屏东学校注射拢安排伫6月才会注。另外，辉瑞药厂甲 BNT 生技公司23发布声明表示，因生产的新冠疫苗对1600名6个月到5岁以下囡仔注3剂，每剂3微克，发现疫苗保护率达到80%，已经将数据提交美国 FDA， 预计6月15会议上进行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严重，这病院自动急诊人数也大大增加。目前咱国内已经有14例囡仔重症，其中有6例引起脑炎。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确实是无想到讲，这囡仔脑炎的案例会遐尼济，会继续来观察。若讲到医疗量的部分，也会提供更较济绿色通道加自动的 ICU 力量。
一台救护车开入了病院，医护人员也规身躯防麻袋随时待命。患者落车了后，先到采检区进行采检，续来进入去急诊室就医。新冠本土疫情严重，这种的画面24点钟唔捌停过。尤其最近儿童感染数增加，南靠中基病院就统计4月底 Omicron 疫情开始，儿童急诊来诊数一天差不多40-50人。不过5月初开始，儿童急诊病患开始增加，即马平均一天来诊量升悬到160至200人。一级就是说马上要看诊的病人哈，那大概都占到快20%，就简直就是5个里面就1个就是要马上看的情形哈。医师表示 ，Omicron 病毒主要是攻击上呼吸道，病院内底不少囡仔伫确诊了后，因为气管症出现气鼓喘、喘气声、咳嗽、香叫，还有2-3例囡仔因为严重灌水，目前插管治疗。另婚姻关一个6岁查甫囡仔因为厝内人确诊煞胃着，2日暗时厝内人发现伊有各样，紧急送到弱势病院，因为查甫囡仔持续出现痒痕也加休克，随时送到台大病院分林分院隔离加护病房来治疗，目前也未脱离危险。儿科的重症医疗团队目前是整个团队都在照顾当中。那刚刚我们指挥官也有提到他可能是猛爆性的脑水肿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目前国内累计14例儿童重症，其中有6例并发脑炎。虽然指挥中心已经公布脑炎医疗处置指引，不过才公布较无1礼拜，国内通报儿童脑炎重症一直增加，互外界质疑看到镜头才确诊病床上万啊。对儿童的脑炎这样子的开始就这些相关的情况一开始我们虽然有注意到，但没有想到说会相对的 case 比较多。不过这因为相对总量还不是那么高，还值得我们持续观察，提高更多的绿色的通道，然后更多的一个儿童的 ICU， 给他更好的照顾，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陈市长表示，最近发现脑炎情形较侪，也积极找专家讨论。不过目前专责病房也是 ICU 的使用量拢较无一半，代表也有时间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县市这高中职以下学校，伫即礼拜拢改做线顶上课。不过即礼拜度过了后，也若后礼拜咧，就人建议讲会当提早休热。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德认为，就爱先想配套才来做决定。指挥中心也回应讲，会由教育部来做全盘规划。教室内底空，敢若2、3个学生囡仔，因拢是因为家长工作因素，无法度伫厝内进行线顶学习，才等来学校上课的学生。双薪家庭就是妈妈没有办法在家里带2-3个孩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有隔代教养，就是阿公阿嬷没有办法白天没有办法照顾啦，没有办法协助这样，因为这个在家里线上教学其实还是需要家长的一些帮忙。他没有写，你在学校可以催他写，可是线上作业就是你回家，他在家到底有没有写你不知道，所以你就要一直赖家长，或者是打电话给家长。因为考虑防疫，全台有一寡县市高中以下学校23至27拢开始实施线顶教学。不过后礼拜一直到学期尾，这个课程是要安怎处理的？接近70%的部分是希望直接干脆就放到暑假。意见比较分歧的是在国小以下的学生，需要有一些教具跟辅助。现在的防疫照顾假会让家长没办法请假在家里。如果不放假的情形之下，目前现在的施打率不够高，担心造成说小孩子的一些重症、中症危险。维持实体上课，家长会烦恼学生囡仔感染的问题。不过呢是提早放暑假，学生囡仔要安怎照顾，这拢是问题。台北市长郭文德认为，这需要想好配套的方法，才会当决定。我们其实内部在讨论了啦，我们讨论到最慢礼拜4跟大家讲，高中、国中小学还有幼稚园，甚至还到托婴了，所以这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问题啊，这个还有一点疫情的程度，还有管制的程度，这2个我要取一个平衡。有关于这个学校教育的事情，我想教育部会做通盘的考虑。针对于外界关心，是不是讲要全台湾同款的做法，提早休热，这由台教育部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的确诊人数已经是连续2天比台北较侪，有医生认为讲，这南部北部的黄金交叉已经出现了。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所认为，因为北部疫情较严重，相对群体免疫就增加。高雄目前是把重点放伫咧确保医疗量能，做好规划，来应付拜四要来推动的快筛阳性当作是确诊的政策。不过有医生认为讲，若准由诊所来认定确诊，伫咧保险理赔当中恐惊会出现争议。
高雄利是增加9408例个案，比台北嘅800多例，连2天超过台北。有医师认为这是南北黄金交叉，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是因为北部上行率较悬，哪侪人着变相对群体免疫就会增加。建立群体免疫的这个过程，当然就是打疫苗跟这个自然的一个感染。从这张曲线图来看，就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曲线能够让它慢慢的上升，慢慢的下来。陈其迈表示，社率需要慢慢压价，避免超过医疗负担。中央有计上紧这礼拜是全面适用快筛用的较紧，高雄市做好初步的规划。23社区体检站加9大病院门诊，将转做快筛阳性判定门诊。有基层医师烦恼看诊流程了时间，诊所无一定愿意配合。确诊判断牵涉保险理赔等问题，也惊引起争议。民众自行操作的，还是别人的拿来判养？那这个可能会衍生一些争议，尤其如果说牵涉到保险的问题。诊所希望政府做好配套措施，不过问题唔嘛安尼。中央推行实时确诊 App 健康药友，互袂少民众反映真歹登入也是袂晓用。另外，为了确保病患拢会当得到诊疗，派案无分县市，南部医师也会接到北部病患，互相细分即可实时问诊。更唔知影病人对药物的反应状况，往往互医师较保守，只敢用安全，不过效果有限的药啊。我有病人还从基隆来的一个连结，其实是非常微薄的，所以就是说这种分配其实是有问题的。疫情严重，也互第一线医护陆续确诊，高雄一位确诊医师食帕斯诺维2天了后，虽然无出现常看的流甲吐，不过喙定感觉口口涩涩，未少患者也反映同款的问题，需要靠天的物件缓解。我是觉得还是要吃啊，吃了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还是有100个有19个人连1剂疫苗都没有打嘛。医师提示，帕斯诺维爱达到上大了后，爱食完5天的药啊。那副作用激烈，无法度忍受，也爱医师评估，袂当家己停药。另外，帕斯诺维甲几啊种的药物起交互作用。评估开药的时阵，有慢性病长期用药的患者，也爱讲病史甲用药的状况，以确保抗病毒药物袂对身体造成其他危害。记者综合报道。疫苗爱注几档才 OK， 是注3档才 OK。指挥中心进前有规定讲，无注3档疫苗民众是袂当去健身房。不过有民众投诉讲，要甲这健身房先暂停会员身份。业者说，摕体育署的公告来讲，无注满到3档，要请假就要另外收这手续费。若准无请假，那是袂当入去，而且佫爱继续扣费用。体育署出面驳回讲，因无暗砍业者的行为。指挥中心也当咧考虑讲，要取消注满3档才当入去健身房规定。所以，我们夫妻应该是属于不能施打跟不愿施打的民众。郭俊要求我们这种未打3剂的，要付599的手续费去请假。因为新冠疫苗只做1剂，中央的3剂令上路了后，李小姐无法度去健身房运动，向业者申请暂停会籍。指控对方也要收另外手续费，那不管呢，那李小姐一人。如果已经打满3剂，那就出示相关证明。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看我是要请假呢，还是会继续直接扣月费的状况。陈先生也讲，国内疫情已经处理社区感染，以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约，消费者会当暂停会籍，免缴过费。也不过业者无愿意妥协，搬出体育署指引，公布主办疫苗退费也是请假，都爱加付费。有关3剂令前期消基会已经接到几啊件消费纠纷。有关的指引应该，我觉得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认为有偏袒业者的这种嫌疑的。那政府的不当的一个禁令，然后产生把这些不利益的结果，通通推到消费者身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应该检讨。消基会表示，民众因为疫情因素，会就要暂停，业者拢会提出体育署公布的上新指引，将问题撒给消费者，认为政府偏向业者。国科表示，3剂令已经是过时思想，唤醒指挥中心取消禁令限制。其实目的还是希望说保障他不要再传染给别人。针对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是当然还会在针对他们的我们有听到，那我们会再研议。没有偏袒于任何一方啦，基本上我们会定出5月2号这一个防疫的指引哈，基本上都是配合指挥中心施打3剂令的一个政策。体育署澄清无偏向业者，拢是依规定办理。3剂令敢是取消，指挥中心讲会阁研议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中呢，有一个卖早顿的头家娘去互投诉讲，因店内环境垃圾。警察警官到位发现讲，去染病头家娘人怎伫咧出现伫店内，伊是自伊确诊爱休困一天，到今也未解除隔离。台中市卫生局即马也要来调查，若总有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30万。台中市北区一间知名的早顿店一透早无营业，业者因为向投诉环境真垃圾，卫生局23号前往稽查，所发现早顿店的头家娘是确诊居照的个案，擅自离开徛家出现伫咧早顿店。头家娘承认家己确诊，但是伊强调是因为早顿店就伫咧徛家边啊。迄一天因为卫生局来稽查，伊听到声音才行出门口关心。我无现场回来就讲我咧做生意，你讲我现场回来就做生意，我无违讲，我都没有，我就这样跑出去，他站在那里呀、在那个阿伯那再过去一点点的，你得就紧张讲啊什么事情？我就这样跑出去，我没有戴口罩，那都很苦谁哦？原讲收好啊，伊是讲那看无代无就3个人来因家，讲要去休要去楼顶休困啊，伊无出做啦吼，伊讲安尼无代无就3，伊走出来啦。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早顿店头家娘5月21号已经 PCR 确诊，23号由原伫咧居家照护期间，依法袂当离开居照的指定处所。后续会等确诊个案改革了后，定序意见，若是调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事实，会处6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的罚款。他是确诊者，他就是应该是要在家居家隔离。会做相关的一个查证厘清，确实假若有违反我们传染病防治法的话，那我们就会依规裁罚。另外，卫生局稽查发现，早顿店的仓库甲前台的涂骹无清气，部分的食材也无砍挂，已经要求限期改善。若是后续来检查，犹原无合格，会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业者对卫生问题造成社会观感无好，感觉抱歉，表示后续会依规定来改善。记者台中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行程的同八天，早起拜登加日本首相，也个澳洲总理、印度总理等人，伫日本东京的首相官舍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针对防止中国增加海权问题，也个乌克兰情势交换意见。伫会期过后发表联合声明，国际确认必须要遵守法治、主权，也个这领土统一的原则的重要性，而且也无允准用武力来改变地区的现状。澳洲新的总理艾班尼斯对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脚步进入首相官邸，了后岸田文雄嘛伫门口迎接美国总统拜登甲印度总理莫迪。这4个人伫拜登到日本的最后一天，伫日本首相官邸进行跨的四方安全对话。身为会议主席国，岸田文雄一开嘴就先讲到俄国问題。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略は、国連憲章でも謳われている諸原則への真っ向からの挑戦です。我々は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で同じようなことを起こしてはなりません。这个是4国领袖在包括视讯会谈之下第4届的会谈，除了讨论乌克兰的局势对印太地区影响，以及无制裁俄罗斯、印度嘛用参加这届会议来表达对乌克兰情势的关注。4国家拢认为，不管伫什么地区，拢必须要遵守法治、主权、甲领土统一这个原则，无允准单方面改变地区的状况，卖实现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太地区。对于中国这几冬伫东海、南海一直扩大海权的霸权行动，看得强调重视建构自由、民主甲法治的空间。澳洲总理艾班尼斯阁讲到，希望会当好看到伫气候议题加做领导的国家。当然，印度的总理嘛讲到疫情甲气候变迁的问题。कोविड-19 की विपरीत परिस्थितियों के बावजूद हमने वैक्सीन डिलीवरी, क्लाइमेट एक्शन, सप्लाई चेन रेजिलियंस, डिजास्टर रिस्पांस और आर्थिक सहयोग जैसे कई क्षेत्रों में आपसी समन्वय बढ़ाया है। 另外，有估伫未来5年内底，4国家卖对家投资500亿的美金，将近1条5000亿的代票来支援基础建设甲太空领域的合作，互相提供卫星进步的公司资，卖当合作加强应对自然灾害甲人道资源。对看到这个组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捌认为会真经消息，严格伫看到进行经济界领袖会谈了后，互中国开始境界专注批评是印太地区版本的北约组织。各国伫会议了后，拜登甲岸田文雄会分别甲澳洲甲印度的总理举行会谈，讨论对中国安保威胁的问题。公司新闻台是董平耀。
伫咧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法院23判决21岁罗西亚军人西西马林，因为害死着乌克兰的老百姓犯战争罪，该判无期徒刑。不过替伊辩护律师表示，西西马林是不得已之下才会杀人，伊毋是要故意杀人的。另外，有一名罗西亚自首伫咧日内外驻侵外交官，因为罗西亚执行乌克兰的行为，伊用实质表达愤怒，甚至搁再发出声明批评罗西亚。伫法定的强化部的箱内，是今年21岁俄罗斯军人西西马林，伊被控伫2月28，也就是入侵乌克兰第4天，向一名62岁的乌克兰平民头壳开枪，而且18已经伫法定认罪。西西马林23继着强化部里无表情的听法官的判决。Виходячи із зазначеного, суд ухвалив. Шишимаріна Вадима Євгенійовича, 17.10.2000 року народження, визнати винуватим у вчиненні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опорушення, передбаченого частиною 2 статті 438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кодексу України, та призначити йому покарання у виді довічного позбавлення волі. 伊方判罚犯战争罪甲蓄意谋杀罪，不过西西马林的辩护律师表示，这是上严重的判决，讲感受到法庭面临社会压力，所以会提出上诉。Треба і це також враховувати. Окрім Шишимаріна, в авт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му засобі знаходились принаймні прапорщик, лейтенант, які обміняні, та й невідома особа, якої чомусь всі на той час підкорялися. Вам це не здається дивним?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дивним. 此外，一名俄罗斯常驻日内瓦的驻侵外交官庞达瑞夫公开宣布辞职。伊发声明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伊感觉见笑，也将目标对准俄国总统普京等高级官员，讲这场侵略战争那是对乌克兰人，也对俄罗斯人民上严重的犯罪。Ukraine is a pivotal moment because when there is no choice after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oice: is to leave, to quit. Yeah, the question is when and how and well, but it's not to quit or not to quit. That's not the question.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活3个月，不少国际知名连锁企业宣布退出俄国市场。伫俄罗斯经营85年的星巴克23也得咧彻底退出俄罗斯。佮发出简单的声明，表示伫俄罗斯的130间分店将结束营运，资遣约2000名员工。公司新闻郑慧仁编译。美国最近才发生枪杀案，根据美国 FBI 23发布一份报告，讲去年美国发生61件乌白枪杀别人案件，是这2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纽约市为着要降低这款暴力行为，除了检查牌仔以外，也打算要伫咧大众运输系统引进枪支监测器。伫车厢雄雄传出枪声，警员牵警犬赶紧入去车厢看卖，去互凶嫌连续开枪攻击。这件枪击案发生伫去年10月7日，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位火车站，执法人员对乘客进行例行检查时阵，去互乘客考枪，造成2死2伤。这只是去年伫美国真济枪击案其中一件。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3发布的报告书指出，去年美国发生61件乌白开枪杀人的枪击案件，比2020年成长52%，创下20多年来的新高。FBI 加乱杀人的凶手定义做伫公共区域无差别杀人，还是想要杀人。这61件枪击案件造成103人死亡，140人受伤。以伤亡人数来讲，是2000年以来第7个上侪人死亡的年份。那地区来讲，加州虽然有全国上严的枪的管制，不过2021年枪击案件的件数达到6件，是排名第1。德州甲乔治亚州对伫后壁。FBI 也表示，这个报告排除帮派也是毒品的暴力事件、家庭纠纷也是犯罪行为小态等，所以实际枪害暴力的情况应该更加严重。最近纽约少年线发生枪击案，包括一个48岁查甫人22伫地铁吊枪死亡，也甲进前造成23个人受伤的布鲁克林地铁枪击案。对这件代志，捌做过警察的纽约市长亚当斯拍算伫地铁站甲公车转运站设置随机枪害监测器，希望减少枪害暴力。I want to bring technology, not metal detectors, but technology that could identify a gun.
And I want to bring that, move it around in the subway system so that we can identify guns. 也当时解说，目前纽约地铁甲公车转运站已经实施随机排包的检查，氰氦监测器是会当刷叮当的，乘客事先袂知影监测器装伫倒，以免故意闪开。公司新闻王眼峰编译。中东国家伊朗有一栋当日起的集站大楼，拜一熊熊放落来，这附近店家路边的车拢受到影响。这件事故上报有10个人死亡，也有几60人去互带伫咧按摩土角内面。另外，中南美洲有移民的船只伫咧墨西哥海湾并船，上报有3个人死亡。事故现场笼罩涂山，现场看到人挡袂牢大声吼。伊朗西南部城市阿巴丹一栋现建中的大楼，礼拜一煞熊熊倒塌，几60人煞待伫涂山内，附近商店甲车辆完全有去解掉。یه دفعه دیدیم همه جا لرزید اومدیم بیرون دفعه ساختمونه افتاد ماشینا و اینا دیگه یه دود فجیعی اومد تمام این ماشینایی که دور اطراف بود داخل فریازدهی که رفت نداشت بود شد شیشه ماشینم بود شد 事故大楼一部分已经完全塌落去，真侪铁架也拢现出来。救援人员紧急抢救了后，救出差不多30人，不过至少已经确认10个人不幸死亡，死亡人数可能也会增加。目前警方已经掠到建筑所有人甲营建的承包商，要查清楚事故发生的原因。另中南美洲有一只移民船二三伫墨西哥东南部维拉克鲁斯州海湾附近并船，船顶至少有3个洪都拉斯人死亡。 Horrible, yo sentí miedo y discapacidad por no poder hacer nada por nadie. Yo no sé, yo solo espero que los esté cuidando Dios y llegar a donde mi madre. Yo no quiero nada más. 搜救人员后来伫海沙堡找到4个移民，其中包括一个12岁囡仔，另外还有4个人下落不明。中南美洲因为经济也是政治不安，当年拢有真侪移民窜过墨西哥要去美国，途中真紧拄到事故。墨西哥政府就讲，顶礼拜六东南部原来发生车祸，致使至少4个移民死亡，16人受伤。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咱台湾这届依然无受到 WHO 邀请，连互台湾做观察员的提案也无列入去议程内面。外交部表示不满，也针对着中国行为表达愤怒。不过有真侪大国家，亲像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0个国家，甲台湾相挺。另外，立陶宛甲卢森堡也是头一届伫会议顶头发言表态支持台湾。 Recommendation not to include a Taiwan-related proposal into the WHO agenda, I would like to make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Taiwan-related proposal has no legal foundation. 中国代表伫 WHO 2对2辩论反对邀请台湾出席，佮表示有90外国家写批予世卫组织支持一中原则的立场。咱国友邦史瓦蒂尼代表反驳中国的讲法。 These resolutions neither provide authorization for China to represent Taiwan in the UN system, nor state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最后会议主席也是宣布无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O 的提案列入议程。外交部感觉不满甲遗憾，也批评中国欺负人的行为。那我想今年没有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阻挠。那中国。 在对外的这个发言上面，一直在声称说他照顾我们台湾人民的这个健康权益。那我想这种谎话大家都知道。外交部长吴钊燮批评中国的阻碍，强调今年国际支持台湾参加 WHO 占较大面，真侪国家也持续发言挺台湾。尤其最近关系较好的立陶宛、卢森堡，拢是头一届伫大会明确讲白。We call on you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as an observer at the WHO and increase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notamment en permettant à Taïwan d'avoir un meilleur accès en tant qu'observateur aux réunions techniques de l'organisation. There is clearly no health basis to justify not including Taiwan as an observer of the WHO. 咱国友邦土瓦鲁、巴拉圭、瓜地马拉拢有发言支持，再加上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洲、卢森堡拢总10个国家第23个会议顶挺台湾。外交部对这代志表示真诚恳的感谢。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有宣布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头一轮的名单，这名单是有包含美国、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不过台湾所无包含在内，引起台美关系变歹积极。行政院表示讲，这台美关系密切，未来也会加强合作。不过日本共同社却批评讲，这 IPEF 欠缺具体内容，学者分析讲，台湾伫短期内无加入，影响无讲介大。美国总统拜登23日当天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头一轮的名单，包含美国、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东协7国加上印度这13国。详细也未公布，不过强调由连结、韧性及真公平这4大关键所组成。And I want to be clear that the framework will be open to others who wish to join in the future if they sign up and meet the goals and work to achieve those goals. 由这摆名单无中国 ，IPEF 被看作是抗中联名。不过日本共同社指出 ，IPEF 只是美国抗拒回归 TPP 的消极回应，欠缺具体内容。东协国家也伫看，台湾无伫头一轮名单中，是不是对经贸关系造成冲击？或者是认为短期的影响无大？基本上因为你加入看不出有主要的这个经济的好处，所以没有加入，其实对经贸方面也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损失啊。台湾呢是已经目前的这个措施都完全符合它的相关的规定了。柯达新分析 IPEF 无亲像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牵涉关税内容，比较较侪是伫希望强化供应链投资者合作，这点台美早就伫合作。不过，这摆 IPEF 无台湾，也引发台美关系无好积极。台湾的经贸实力和在数位半导体各方面的重要关键位置不容忽视。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外交部讲会继续争取加入 IPEF。知情的人士分析，台湾有希望纳入第2轮名单。进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陈进中甲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泰国举行双边会谈，双方6月搁再进行协商。到时阵台美 TIFA 也是 BTA 可能会有具体进展。记者综合报道。这种会昨公告第10批刑事有罪判决撤销名单，包含美美岛事件、蓬莱岛12宗案件，并反着施明德陈水扁等人司法不法。也有讲到这美丽岛事件的被告全部平反。另外，这种怀疑认为这国民党涉嫌暗砍政治档案，已经依法请检方侦办了。为了平复过去司法不公案件，促转会23公告第10批的刑事有罪判决撤销名单，其中美丽岛事件，这波平复的包括施明德、林奇雄甲范正游，也有包括军事甲一般审判41名被告全数平反。我的行为，我同案的行为，以及我所有那有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有绝对的正当性。我认为，这更是一个不易的时代所需要的。我们只是回应了自己良心的呼唤。美丽岛事件全部的当时受有罪判决的被告再清查一次，那希望能够完整的平反整个美丽岛事件。另外，武汉大女社案中的黄夏天、陈华洲、黄云春等7人，逮捕案的考造着，也有蓬莱岛11的黄天福、李耀勇、陈水扁，总计这10批落来已经撤销5983件刑事有罪判决。我当然很高兴啦，有人在做事的，这样替我们平反了，我当然很高兴啊！我希望能够别的案子也同样在也要处理啊，别的人也要重视啊。另外，为了找出历史真相，促转会去年发文予国民党保证通报海港会顶单位持有的政治档案。国民党回应无档案会当通报。促转会认为涉嫌稳定，最近以刑事诉讼法规定，已请北检侦办。希望就是说，在检方的侦办跟调查之后，可以让这一批重要档案早日进入后续的审定，归为国家档案。对促转会的动作，国民党回应尊重司法程序，配合调查，也会透过司法方式助力救济，维护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苗栗东路这德心光电开发案，苗栗县政府将重新审查决议通过，当地社区发展协会表示赞同。不过环保团体也批评讲，当地是就好的生态地，草树啊为着要发电，根本就违反绿电的本质。也未甲这争议不清楚进程，就先来通过，未来会继续抗议。
苗栗县东路乡德心村这片8.3公顷的农牧用地，有光电业者买地申请太阳光电开发案，因为当地是石虎重要的生态区，所以引起关心。县政府23中心审查决议通过，当地社区发展协会表达支持，佮讲这个用地2年来无石虎出现。风暴线照相已经做了2年，都没有看到师傅，所以我们支持他。不过，光电业者讲，开发前有做环境调查，捌伫工厂区发现石虎出现，所以会针对相关的区域降低工程的影响，保留原来地貌。营运的20年来，除了持续生态监测，也会维持无农药、维持夜间安静的环境，希望变作野生动物的保护地。就是我们会有留射哦。大概在每一台自动照相机会留设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去做回避的动作，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我们是不做开发的。仿佛觉得15是可以被圈养的动物啊，它的正常的领域是非常大的，将几十公顷，甚至一天活动范围甚至到几百公顷都有。保育团体表示，石虎不是人饲的动物，臭树啊种电也违反绿电的本质。营建署甲农委会都捌表达反对这个案开发，佮退回苗栗县政府重新审查。即摆县政府也是通过这个开发案，例如讲无伫个选地阶段就闪开这个敏感区，后续搁较侪补救也无到恢复生态地，未来会持续定前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2级的保育类鸟仔海燕仔，去年有出现伫宜兰南澳溪的一出海口，县政府也甲这划出是探种地，甚至有保育志工轮流照顾。近日有发现到民众为着要钓鱼，甲车驶入去沙坡啊，甚至甲这鸟仔卵全部搞破。叫你走，你还是走，我等你。你头唔免了解，头前遐拍遐尔就好。迄两日甲搞死规个。巡护员一直苦劝钓客离开沙无效，也发现钓客车辆弄入保护区了后，也告破未少海燕的卵。有一寡鸟仔受的卵经过标示记录了后煞无还，互南澳乡南澳溪出海口的海燕巡护志工真烦恼，会对海燕的保育造成冲击。那如果是这样子持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个保育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困难。对过去20公尺，我看到往南走20公尺，往南20公尺，那边有。大量钓客弄伫海燕的保护区，搞出未少太阳云。海燕的卵就安尼，互车辆交过去，互志工是受气佮伤心。这会当一直顺护加苦劝，也甲钓客讲其他会当钓鱼的所在，希望会当互钓客莫迫害海燕的栖地。拄着唔听苦劝的，这会当请警方甲海巡协助。不管是说它的栖地啦，或者是它的那个就个体或者是卵部分有受到损坏的话，其实我们依照野动法的话会。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跟并科100万以上的罚金。国际2级保育鸟类海燕仔分布伫中国大陆东北甲华南、日本、菲律宾到澳洲等地。当年4到8月会飞来台湾繁殖。宜兰的溪流出海口也是因的繁殖地。官府讲钓客行为恐惊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经过搜证属实，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罚金100万。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按算对明仔载开始要来注自动的 BNT 疫苗，不过嘉义市5岁到11岁也未注预防射囡仔，大约有1万4000多人。中央所提供予因的，干那有8500多支 BNT 疫苗。嘉义市政府也讲，这数量确实是不够。5月25日，中央宣布儿童 BNT 会当开始注。嘉义市政府讲，目前因为当咧停课。加上25这是统计意愿的最后一天，所以按算6月初，学校才要开放注射。总共才有8500剂，所以看起来这个数量是明显的不足，所以大概能够施打的人数不到60%。嘉义市儿童 BNT 疫苗，中央预计在5月27号星期五下货。那嘉义市的这个社区诊所施打儿童 BNT 疫苗呢，预计会在5月28号星期六开打。嘉义市政府讲，市内一寡国小甲幼儿园嘛有嘉义县内的学生，人数大约有14000多人，8500支疫苗确实是无够。边仔嘉义县有意愿要注的人，大约有13000人。嘉义县政府明仔载伫民雄、大拿、埔子甲番路开放接种疫苗。我们先做第一波的一个开打，那之后我们陆续会在6日也会持续来做开打，所以在明天开打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其他乡镇有开打的场次，我们一并会公布。嘉义县政府表示，
目前接种疫苗的对象拢是有登记的学生，满5岁也未去学校，户口伫家己县的囡仔，5月30会当去诊所来住。希望开2礼拜的时间完成儿童疫苗的注射。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日本时代到今已经超过1世纪的新德州警务部部长官舍，经过新德市政府5年外征收，今日正式对外开放。根据文献记录，新德州警务部部长官舍启地1917年，到今已经超过100多年历史。新德市政府开5档修整完成的日本式建筑，也佫有门埕头前种满老树的景观，彰显过去德产城的历史风貌。观测的一些位阶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现在不管是在建筑的本体或者是庭园面积上面，都是可以在我们今天新竹市看到有最大的一个面积的观测。部长官舍到后期是做警察局长宿舍使用，开幕嘛邀请较早住伫宿舍，目前已经退休的警察局长回来到现场回忆过去。这个还原古迹啊，那我觉得很欣慰，事实上能够让新竹多了一个文化遗产。含有历史深度的这些古迹及建筑，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方式，让外地的朋友来到新竹都能够用步行的方法，慢慢的来品味这座城市，认识这座城市哦。市府表示，未来都要定期邀请艺术家展览作品，卖找专业团队经营餐厅，希望活化老建筑，让民众通使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专门咧卖台湾本土菜的台湾的店，进前休困，即马刷到镇江街，甲别人做伙合股合开一间叫做“托派”新菜店，今仔日正式开幕了。本地徛伫台大附近的台湾的店，经历搬迁风波，决定甲岛外有册来合作。经过几个月辛苦整理，即马新店托派总算开幕啊！阮太太是讲，咱像爱甲一个查囝嫁出去吼，啊，我也毋是咧，我是讲我要继续来遮吼，要甲这个查囝变做是我的囝呢吼，我的女儿，我要甲请吼，更较好咧安尼嘿。吴成山表示，新店开幕代表家己推动本土文化的愿望，通继续行。这几天嘛，真侪读者敲电话来关心。目前伊嘛继续维持台湾A店的网络册店，甲托派双边经营，做伙合作的岛外有册嘛讲，虽然这站疫情严重，不过拄好这的厝税嘛是着照纳，所以要是照计划来开店。独派现场看到的这些书，可能只有当初预期的不到1/10，因为搬家29年的东西要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们可能预计6月底前才能够慢慢的让这边更完整一点。吴成森嘛讲，托派除了延续过去卖台湾文化、民主的册甲商品，阁有增加林家比的读册空间。未来嘛会举办讲座、读册会甲 Podcast 线顶的直播，希望利用网络，将读者行入来册店，嘛互册店通伫疫情影响下继续经营。记者陈嘉文、李旭凯台北仓报道。一年一届的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特别开始咯。苗远讲，本地伫咧2年前特别举办200年的纪念活动，当着疫情一直延到今才当来举办。这届文化节也甲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大稻埕在地店家合作，就大家做伙来迎城隍爷。阮要来念歌，互你听。伫咧碰西车城隍庙头前念歌，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就要起鼓。原地伫2010年，台北下海城隍庙要做来台200年的大型纪念活动，续续连续2年因为疫情停办，也是缩小规模。到今年才我都搁办理大型的文化节活动。咱自疫情了后，咱拢唔敢办，人口太多。尤其台东区是一个古城嘛，大家拢要入来啊，阮遐拢一定会喷这个酒精嘛。然后过来就是阮庙的迄个工作人员的控制伫20个人。人讲5月13，人看人就是咧描写迎城隍的场面。这摆文化节嘛，甲大稻埕在地文化团体合作，推出南馆、北馆、市集、花灯展演等等活动。台北下海城隍庙毋但是信仰中心，平常时就真有咧把握每一个机会推广大稻埕。你落双连社吼，甲即个灵安社。不管是暗访还是历史，因这2间拢有出。过来有迄个金狮团，大龙洞的金狮团嘛有出来。
庙方表示，即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确实参加野生风活动的人有较少。过去上悬一天会使有上千人，今年文化节参加人数估计上悬的是一天会超过500人。庙方也表示，因为庙内空间较矮，会尽量控制庙内人数。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开来看预报，恁就知。宜兰到新竹对21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27度，高级到屏东对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